长篇评弹《玉蜻蜓》第6回，铜桥石子，由蒋月泉、姜文兰演唱。云望太子，取得这个老婆，所以你苏州人有这样一句话，叫商业人、所有人、服务都要杀。哎呀，你出个种事体，你台湾不起一个人帮忙。那么说起来，你要用不到这欧当里下面位于当家，位于么重视他，你老婆不去地上。你要是真正三是他的杨小奴，不能够把他隔壁人帮你听见。这两个四个在反对的杨小奴，这金冠生西洋体这个长得不为丑帮着，那边你莫当鱼皮。要到金冠生留个后代，搿浪向出毛病，你谁只看眼袋不皮？那已经要求去当太阳，这个老婆婆吃力都吃力拉下。那么等到小奴样子，我来做你，听金冠生的闲话，当然是要送你金刚里去。天一亮是小奴是不能够出当的，马上快叫老婆婆开箱子。拿金冠生毒药16个剂后3期拿出来，为啥拿心里？因为金冠生临终的当口会这个养下来不能是男是女，那是要马上送。拿我剂后3放到小奴身上，那要第一首诗，欧上4个字叫服死之怪，用心命来接了。那么我理想战士，你口见只可以晓得这个是我们男人的骨血。那么再来妈妈们，你这个小奴总归呀，很水灵。分晓得你呀是要失去么？也晓得是要跟啥个诗人呢？这根本是没要紧的诗人呀。老法中光这个诗人太对不起，你随便上台还落地一个诗人呢。这人是要你们哪里是落地一个诗人呀？我可是你是叫落地一个诗人呀。不是要跟啥个辰光一样，老婆要紧张外头去看，那么看中啊，搿辰光中不，终于是来听你诗里难得唱的这部，而且搿种是不得了，这样外国这个封王了，那么送他不中本，那么看别中央不么哪位都有啥别？看他压力下，那么看啥个名堂呢？加上你中国人是来聪明，那搿辰光3种500种别养出来的人侪有时辰，2天这个人我500时辰，因为搿辰光还分行别了，公于那行子总别真正这里跑的么有上是搿个时辰得不准，啥体么？因为搿样么子这还。人用一半了，么子一半。那有2个用不要当心的是好，不要骂好。离开个他不要有一定的辰光，跟法律要协作。譬如30岁，临日再来辰光，再让新走来针对部边拿出来，从年落的，不写得太重。门再来辰光，搿他别来这个证。来有种人开表是你不一定辰光，因为义气唔少这么一上，在那引西国门口等半月不来么的场，报那么也大家在可到蝙蝠大真计划，而且往往的还自家的标准观还好，那么这口中标么看啥么？去看马个眼睛。不过你也要懂几句句子个，你不懂个两句，你看马眼睛你哪看得出？叫子午卯戌一飞光，搿辰光才是6冲的，子午相冲，卯戌相冲，搿个4个时辰，一飞光，这个马眼睛当中上2个一条，下条飞，叫子午卯戌一飞光，神色穿皮早而阳，搿个4个时辰呢？
搿条线呀当中啊，你稍微盘开了一点点，两头这个大个男子个活着啊，人生四海有日见，搿个四个字，搿个马眼睛上2米大个金子的，故人二下定时光，另不错。到辰光你天上天下头还会得避开，人不发的也不会头脱的。那不的门不里确实来这个灵光。就说老婆到肚里浪向一口么个张门了让包袋浪，金皮浪打一把拎起来一口么黄昏岁日，拿张门一放了喵，张门关门去。3-4朝就晓得自家的线路养下来个当天是黄昏岁日。那么那个水是下了啥大火？下了大金浪出现，百姓浪也出现，衣裳裤浪也不足，一口没去小金关身有3个小金浪向，比较影响。而且真正那个水是要下得惊人的么？下得不是这个玩意口气也硬，哎呦，搿浪下地上，随着水泡呢抽脱，大事体。么哪可以惊人的么？只好用血，要下血水。血少然后来呢，上升水浪固定地，水么两发顶还是个脏，叫积水为人来得固定地。让多人部里向去拿一把筛子的，昨日刚刚做送痛苦，现在这里浪向一来，在那个大无名指浪向，砰！一刀刀插浪往肚里向一朵铜米的一来嘛，打个黄腿这样一朵出来，别里来在后开，到了一九么铜米的里拿上去亲日，也晓得快，那他是狗头子再来的，到底痛吧嘛，实质离心，下血是这样子。那么我这个水是呢，再用没下，再要用血人不能生血。每地家生于上生心之下，梨花来别有爱云无云望。七夕大人是开启梨花江，欧阳定离手四的地地呀，怕日金地下，水遇过周然，自然风华带花月正昏晚么灵儿养小，心为你寒月底是干事实。下头的人就买起来，老婆婆重新让你捧好，拿块部队巾巾。这流浪下大的鸟一样一个米说是这些，那个是有然后也夸，有然后个总单不能夸几货，这种么就块2皮干就好哈，这种光反个来北洋米说是来发别，等到没得够一个么拿个去走山铺拉台浪，打个汤衣上的啊，这个拿里肚子来，拿里做好了。小狗爬过来，这个头巾是领球的了一把，不晓得大人就都在让。下头他吹头，我的往上头举一举，两只衣裳裤搞好么这个结，去打了小狗百姓了。若心灵接到一刀那么的那小头胸口里塞什么，半足眼睛痛开，30里，也记得。哎，看张蜜蜂就好憋吃，这样子里让弄不弄？玻璃把它锁皮里。那么个老师3个女的手上，就经常特死几户。谁是他？老婆。哎，神光不正，阿姑也气质。但是他做呢，眼里后浪眼浪里发流下来吃自己。老婆。时光不早，你快快去吧。有什么的你自家身体当心啊。对了，一个翻身忙着脸上一门门眼不及外的，去吧。晓得你心里想哪个都不知呢？这个叫硬硬头皮，记得吧？哎，送来为父，到云房门口的还老婆婆给他家刚刚打出外云房，让夹出夹出当去。我这个小公的还3个月灵性，大娘要分开你不说的，你努力上跑过去的辰光，小眼睛盯到这娘了浪口，啥个么子像你都当我啥个名堂家，
说个哪不接都是这样记的。那老婆个他打出去嘛，这样子哭，要哭，不能哭，哭不得，不许哭，那么也是。李了让20-30岁，一人更深，把他当高云往里听见，这当奔出来去，两个队的小狗喉咙区一震，死他之后在都是真的呀。等到临终的辰光再三重托，老婆不够嘴，谁是他？老婆，你看阿姑身上让可难追翻。要不来呢？还是你爸爸吧。但是他那三奴这段水里是讲眼里烫烫，可个三奴可不定，你是俺哭男还送出去？老婆，不管为何的哭？你想我哪晓得？跟你也不晓得，我哪晓得？这个老婆呢，门大里总归有活的，你家里啥了？姑，是要哭着吧？你太客气了。娘家儿子叫姑姑，小时候也不生，那就是不认你我儿子。叫上你阿奴，马上不哭。没为定的。是那样出来没有啥个难为的，你试试看。是。俺听见让叫你阿妹来。这是他个来叫对奶奶。第一场想上难以出口，留下来第二场、第三场，来副国家里海两了浪海。不也哭不得讲，哭出把还送来去的呀。为了浪哭，30套想想来哭地上，我要么奶心那懂个的，今朝不说的听我们俩分开。儿子啊，我把家没说法有，我心里也不晓得的。刮来刮去，我到那个面头哭。真不得了，今家里众人舒服，举位交代，手上拿着俺个线路，一张昂真无真，秋红扎了么侬今日只搬来去两队长，没说了队长我不娘。养了2当里，3个房子头上1多年，
也没大大，非没天天看。像我嘞，半日天不得闹，不去一看，马上就要送出去。这个不是啥我变的呀。不办，儿啊，不也可哇！先都听了，你气的哟，别哭的哟，天也亮的。那么这样呢，我不得呢，预防的，这样呢，读起来聪明点，你读书聪明，读通知书，有志在人，我后山上有些书了还。想考嘞，那么不等天亮，师傅师兄听见知不得了。你辣浪肚皮的辰光，谁管在我吃药也打他呢？想死我来，你都晓得为了要打，最得了要拿呢，谁做啥？你的先生你也不办。儿啊，你这样的苦闷。我把变回去，娘儿的性命也心归。儿啊，不也哭，躺一地就说线路才够通灵。哦，不哭的，也真受够了，不哭还咋办得起？来不？谁是他？孩儿不哭了，快快搬去。不哭着。这不像我不像是，刚刚养出来内心的你懂的，海里不哭，水里不哭的。姑娘，像很多年弄啥呢？非要进云路了不不了。姑娘，也可能理想哭哭穿外头不能哭，是啥？我两上中间过两上，一上，那么半上，发布一口眼，这个小狗非得外不过，叫说对这个老婆西浪往飞了对呀，还是内心的三四他听做个闲话，这个小奴已经懂了，不可能美好，好奇怪。娘的话他句意，刚出娘胎必得知，谁是他？长大成人一定小人，你别小人呢？都为了，当心我老婆不气炸。别来过，将来会得走来开。哥哥你也来开，将来夫人如也来开。硬硬的比嘴巴，谁是他往地上不得多一个飞什么老婆硬硬的往外头去，谁不追不来是的。
父母报子送女走，他是必让门儿必出狱。人到外头门关上，我们两个这里啦洞洞里向插进来，叫上里头暗堂里向自家人才晓得，有个二手小手去背不上，一到高廊，老婆家就那个衣裳弄小工堆的，因为有漏水的，为好高廊下的500人追过，哎，送来走去。云淡淡，月微微，偏喜楼上故人稀。加上老婆怕是小奴最想想的人家真话。去年的毒药到你暗堂里向来不想，有的这个事体才让眼睛们，今朝得喊儿子走去。我想去年他无与成道，今日为家无小孩的。想想去年金家的门堂子里出来一个男，那么今朝走起呢，有一个男，金家里分差一个男出一个男进。别个老婆想想上头里向嘛台湾装人啊，哎，走起。他迎来一道东江头，但还到南岸去里边也搞一顶东江，这顶东江蛮高。老婆给他这刚刚踏上第一顶，不好。这听见外面嚷喊：“是小姐，打来门角外，迈出门角外，加上火听西边加知下去。”哎呀，不想这个知下去我们认得啊！你拿这个娘东西改个辰光为了外头的。东家西头你都搞门里开队伍的个老板位，一拿神干部要你为了我，不让你说李上将，我还当讲我到底前面让两高的个绑队的，一绑队之前就靠近不要问我个老婆来上让我去，来一堆里堆个上门，这个还能拿说法，而且想到之前去曾经当过这些个小。有些这个知县记得还带我小西西来不吧？听见神都当里向2、4个不规矩吧？老婆想我就是叫他心里面孔不过1倍。我在知县去啊，那家因为是开队伍的个老板个，但是第2、3个我耳光才跑上来，你2、4他姑姑乖乖矩矩，你不能胡太太。原来你看见一堆里不要门个。我刚刚想是眼睛，唐诗的门我一堆里上门，我吓死一上。总是他让人家做生意为这狼子了，我送去米儿去，对，心里想也有个低么的一带的，就说个他这重新刚刚达上第一个就没不好，一堆那个小路的一堂子呢，老东西那别驴啊，这个辰光那我玩得了噶，非要哭，不能哭，哭不得，离了让20-30上。那么老婆我记得，之前去唱诗门我那一堆里上面是米啊为的开口的，开口米啊文凭就行。本来让女性2、4个不规矩，听见小奴可是没难听上，你要女性压死你，那么哪弄？这是个老婆结婚，记住个老婆家不当过来商量，当过来商量，我那想那用不着结婚那基地上。这之前去市场上，然后呢也不是不晓得。东家西头你都到门面，老是说这个辰光你摆是走起。你破大的条米拉绑腿个那边当家，你下雨就好。
那好了，身体外走来嘛，内外走去了。那最过的队伍的弟们，让子下去到队伍的里向外走进来，拿门关好以后，那再相遇去。把子下路上家到门外进家里去嘛，也没本事，那几点啥？这是个老婆，我都想不出。搿来叫啥个来理废了身边两个人当我两样，我是叫艺人哎。一个人自家不废了身边上口本人来这个天上，谢谢去马油的你们，你是干么？你死干了，你死干了，来兄啊，你他得空空的，废了身边两个人不能让多顶的，死干了，这样比当。叫啥个老婆年龄外的走干。我今在这里破么水，因为我们水里有个线路，我觉得拿线路扒拉地浪，我把线路分一分开就没得题。我拿线路扒拉地浪，之前去口气线路里边问我来不吧？哪地上有个线路啊？我告诉讲，之前讲哪地上有个线路啊？你不晓得，我不晓得。你最多你问我咕噜你，跟你不晓得啥经我不晓得。让之前去追之以后，我重新把线路送到金家里去，不是题。但那么老婆话比得还多线路去扒拉地浪，特殊，这个呢还特殊，老口才不特殊，特殊就是不老口，这个还特殊，那不比最龙么大把呼吸特殊，那这个呢还特殊，线路不能经济太特殊，一个秋子要对16年，西家不能够到不了。这啥个老婆也经常撒点土当然后叫东江鱼了。以后来种的是一只杨柳该知道，你那个小狗让第一口的杨柳这个树根跟哪相改的，这个树根给你买条歪柳柳大概原来的还早。这不是家身体了那不人家哦一地我因为经济我良好，一个是句18句手灯水我良好，我良好两个人户两了，黑个人户没很晕我黑，你让我黑当做身体一步。那不让同人啊，还有啥非要哭，哭不得你分人哭着，像这个小人拿来可以拍，而且上头有事业子的，小那个声音上去的还有尾声，特别响，你老婆我们让去，叫啥个自先去带进带自己还没让的，区自先去。加入同业是小本事经济开卖队伍的，后期大夫用待在60岁，同年私人你们苦心不都是？我吃钞票都大夫来，不然欢喜口本戏。要来吃狗子最到条头去碰到4老比还外国的让主要些，我是狗的几么路过一的事，上对挑家过何出再少的。关日里三铺们明明出我机，现在我破家不向我来没比，没得大气跨地，就瞧，叫啥个队伍的老板叫支下去，这口清了夫妻老婆的，后期不用的，一家人要买6几万摆队伍的，生意来得个好。支下去做出来的队伍是赫赫有名，啥把谁能？水口地精的，而且那个队伍能得来，你到那这里吃起来都要用马子夹的，出名叫支队伍。那个人的脾气，但还是欢喜口戏，台里等他们去口戏，做的爱吃的嘛有点和牛血，破家不不肯人破家，东北还没得去。一个霹雳大脚，没让你要活脚的呀，他刚刚奔过来嘛，别个线路上去。说了的，最压路的本来让50岁，现在听见聚焦，给他中间屋里不踏入，60句他提升，60句啊，你还有登上来呢，你得要向60句披上我。一天不声音，
给大家刚刚打我一惊，你这个出来顶冷了。把一个人不能饿死死的，饿死死出来要让生，要落点阳气出来，落点精神出来。啥的？你说我这个山灯火拍的阳地，俺过去2地让出来让不让生？那么本人跑俺过去，山灯火要跑俺过去，哪里跑远了都。之前去斗里走，你就本来个后面一样，来跑俺过去都想跑进他光，跑远了都自己去跑那个灯彩天色彻底嘛，后头心还阳。而且刚刚口西走来了，总归有点西米，西也打在屋里的了，上出2-3口，好吃了。九天呀，九里，九灯笼领啊喽，九木头来喽。旁边来个切不是3个猪啊婆，里头那哈汤，老婆也好，你看他们家没人让蒙古巨补，还说的龙，不叫那个队伍的老板追到下头，上面已经那个小路上叫不必的，小爸爸，差点把你落死去。在看东家女夫子上面讲写小袜子，养子妇女来不及送到堂里，他来我回来给他真正作业。爸爸你苦呢？哎，那还是你作业，那还带个。要说你一口都会得讲闲话。哎呀，只想去想你夫妻2家的童年4年才真养过小囡。今朝我口牙西走，无意当中看见一个小囡，为天来要4个儿子本我。不晓得男人女男人我也个要把里走去，女孩子没好，一个头小囡呢，养路怎么还要叫女婿啊？也个大了那些。爸爸，那男人女啊，那男们我把那走去，那是女么把去这好了，然后来往西。那男人女啊，男啊，女啊，你是他这里不为是。每边当打开来看看，当身体一下去，拿蜡烛子把打开来一口，飞来为一个男爸爸。但还是要那个肚皮眼上像个洗大堆小女人，还是刚刚养的。那就我的爸爸好张铺里来，根本连白子最多，花堆底下多。我到底面不相识，萍水相逢，白在屋里要做一个药，这个么子要2相的女，你不抓女，你出个事体他也。爸爸，我当年还有父子之友啊。这样有文来当哭山上，不有文来也哭，你也哭你哭路，吃3不3，有文。那个老婆一听开心，想之前去哪么来上当，那个小马郎把这专门我们不是弄了，哭山上，这个山弄不懂啥个山上了是啥？刚刚我海里边哭子2-3十趟，哎说不毛山路都哭2声，娘呢最出正我来把山路去，叫啥个山路得哭子。哎，来这，一上啊，为了我，2声，哎，为了我，山上有文，有文，你哪都一直对鸟头秀的，这个来对外说呢，一上了手来不上去，是天气，写得来跑得来嘛，有啥个有文了，没有文，帮你走去。身体蹬过来，我小奴一把没得海里拿掉，左边拿小公对对，打开他，我听那个老婆说的哩，还不做那个新人光的空本眼里，那么哪能法？越是走起带不是3-4趟，我哪在都是应该的要。0岁同没这头上衣裳请3斤手替我磕3个头，谁是通过场地，这个小奴帮我拍别的。别个老婆一做你的有2声的，后来好几个排队伍的老板娘让我晓得，这个女人大把在家里不义，啥叫不义嘛？把在过些时期来，这个女人有点13的，吃药不理。为个老板拿小奴跑出去，老板娘发火气拿小奴夺出来，我当然就门口里去吼，汤水夺出来嘛，再送的金刚鸡蛋。那么老婆让之前几个班友的盯上，
从右开那个跳不关门。等到老板到店里向嘛，里等那门笼里长，到那个老板娘娘非得办法多出来，而且呼吸虽然浓，夫妻两个就商量要抽戏，要抽养儿之戏，那是老婆不生。老婆只好回到后堂里向嘛去为夫之去，那么娘你们去。我们刚才这个老板仔细去是现在开心，4年份。少了一个人的小口也到了这个年纪的了，从40出头里不小男了，大概吃么子方面的往儿子，今朝不离波上的，这带不住爱人都娘开啊！哎，亚当儿子就去喷个子，一个人啊不在个板上个出了，往啷亚当儿子就去喷个子，你也开心的，最起。叫小气，风旁小姑姑，浪唱节步要周江有。可惜今朝功劳大。从今日嘛，只是相依好女代人。听见别人讲说，加上个四男临门来临的，那趟是能给养路是不得了。倒是四男难养大，他若养大成人必走过。不过那好个小男还要栽培。你挂到队伍队里，你难不得做苦。阿妹啊，重要要打来我的本地菜，打内公啊是上河路分张多。还有一个，前2年我儿子读通知书，到去赶考，把地上将队伍的儿子中上元，儿子一中上元的我班就是来他要，这是威风啊！儿子等到一做过是有张包带，那趟是推了2门街里，把他听就口见是威风，比感动的在有面子。小白张起，我拿张包带贴，张对面包带没贴出。这大人高有2门街，我队伍都贴了啥张？哦，贴了一冲浪，贴了一冲浪，而且贴上去马上就会得勾开。队伍的门前还有10几个，俺侬来放心吧。3就呢，儿子中上元，我也不去洗白，不该排队的，我们女儿都上不个。别个我这个队伍嘛做得破，要活火队，我要走一块正棒，过那几个队啦，中央马2块嘛本家个队伍个。我要买队伍狗子，队伍狗还买不他拿出来还煨汤的，煨汤队伍狗味道好，是香菱才是全不够，但还别欢喜煨高的，只是家队伍狗上高的1块价，3个里5个里2块吧，把妈妈难为的老乡人，等到儿子一种上牛不会高，上牛养个队伍，牛养队伍。上人为高官叫儿子听上方把就杀你烧下去。他迎来自己门须大，加上在定身躯打鸡牛，实在开心不够。到门口去酒队的那门廊向，看，直接就高铁进落日。给到3个个别乡人在家里背，上面一直来高台子自家离婚有些线路，这些辰光女人家上不线路错的，女人之间脾气不大好，一定当男人脏脏惨们，大家总归也是把里错，手家里背，其实做咱没肯做，我们你打出去我3伙人，2改1批，但是走廊下来，
两个那个地上，一个皮夹呢，一个两，一半养死到鸡，一半你带黄牛的人。跟夫妻俩搞的不是吃味，上头搭锅，锅里浪手房间，其他不上门，一上铺一只铺桌上，一只马桶。今朝吃果子要饭，男人说去登康，但现在还不住，搿不义，盖了让铺浪皮子个耳朵，让登门。现在听街头朋友们大概来了，我是啥人啊？我啊。你是啥人家？你到相夫就在。吃啥那个老大叔？不要再讲大门大户，隔壁乡邻不能吃啥子？告诉吧，本来没乡邻不听见哪个模样上菜，来开吧啊！来吧，那么你上浪起来，耳朵扎哈，两起浪下来，记得不两起，深水过去，打头衙门，上门一个地上的旁树，加上个旁树里帽子了，衣裳送来分滴血，已经滴男人，滴得来杀光滴我们，围溜溜像对待人家一看，咔噔噔噔两起浪下来，在我这地上里拿着好天天羊过来，锅收起它，门一开，举起来，吃啥那个老大是。做三期是老在些，吃这个商务有经验，开来不是我一记，不过队长上场和才当。今朝我吃商务三是有个小奴，所以身体要精神。喂，妹妹，爸，进来子看哈。进来是个，我进来啊。你两个进来子看哈。吃啥那个老大是？那大概是我做讲，那个灯卡在灯在上哪里吧？高开。灯看高个今朝可惜去的，我家真的可惜。哎呀，吃啥饭？来问我总归等下别吃吧，说你也去个哪里？放我来，你放。今朝可要洗洗上养宝贝。啥个宝贝的？来放我来，呢。来拿了让我总归会买你，我来放。啥么子啊？哎呀，你个小人呗！来进来是聪明，哪是也要懂了。啥那个老大是靠等的，老大来不着。可要是走来了，让同业偷些着。真的？从同业女不知上人家谁这样子时候来不及送到堂里面插来，我来想多了。多了啷个？哦。那么我想是讲不些呢，我在西周来收拾干净。来了女讲。都不是这个女人也会跑出来，是侬。还在门口口看呀？哎口。门口口看呀？是那张面孔呢？这两光对我口血吧？真的？还在门口呀？大，白的水里往前坐在背上一放。哎呀，奴家。哎呀，你看呀，这皮肤谁薄谁嫩，好像刚蒸做出来个水豆腐呢。这样看。哎呀，奴家，你看那这些眼睛呀，不绿不绿，没黑。这样刚里像个乌头呢。亮的。哎呀，奴家，你要搞开了，搞开了，搞开了。啊，当心胖子。那个，干啥子把搞开嘞？哎呀，奴家。你烦得了呢。哎呀，你看呀，个洞鼻呀！我洞鼻。哎，洞鼻在哪？我非得了哥哥啊！我得到那个电脑一翻身。哎呀，那个！你烦啥的呢？你看呀，你看两百几屁股，俺要分别成俺两张。还不能想出来。哎呀，那个！啥的？你看那个小弟女呢？我娘哎呀还不像。再个呢，地洞里真胖个黄豆。好的。对不对？那个地么子不难才弄光的，好的。你搬起来嘛，搬起来。我来搬起来。哎呀，那个。多少？哎呀，一都不想搞这个，我会了会呢。一张两个心灵。哦。你不晓得肉心灵，当你两个讲人家不台湾个。那。虽然侬多出来，你不想么子一道会出来。哎呀，光句呀！哎呀，那个。啥今天啥天呢？这些动人可都在了。你就来浪呗！哎呀，我听说我打小个什么事讲？你晓得我不说是我哪晓得？这个我养医师嘛，总是小狗养下来个泥缸布晓得。哎呦，你说这怎么不晓得关？刚好我等到天亮了，我看农户队的泥先生一口气晓得这个小狗啥个事情呀？这泥先生哭啊？哎，不太讲，
你身上有口嘛，你身上晓得这个三人是你谁得来的？你本来不是那样。爸，哪是这个三人要是侬养的？是那样的。现在是我养，我要让你出息来。是那样。哎。那么本人家门个主持人都搞做大也不能难为的呀。啊。你说我不懂独立不？你说我懂个胖不？懂胖。哎。你上旅后啊？你懂胖你只要。很多年了的。懂胖你怎么涂了胖也难当涂到胖个？我老有不对个你哪样子呢？这样。怎么风眼光？那腿子上海嘞？哪腿子？你说我这个腿是乌腿。乌腿。哎。啥叫乌腿的？乌腿不就是自家不晓得给别人买口服出来？哎，有啥个都农民抬起？哎，那种花水就上来。叫乌腿。哎。我不抓乌腿了，我的。没比起过里这个，现在是我养的，我刚才来出息了。出啥个息家？养你只喜欢。农民口气口出不用的，哪做法呢？那我们才都要发动噻。你要么拿发气，要么发动。你比起过里，那么你不到外头去喊了娘。其实我去喊，不下面人搞听听。哦。是那个新郎养的。哎，娘都听。告诉吧。啊。你牛两多。好。我个后妈在事情里面。谁得来不太对的？你当你自个养的一样，你用不到那个后妈里面上去。不来做事干。哎，不来。哎。不来。不来帮助。来，我那头面天天要做古中搞当的。那么我去都去了啊。进来。大线路一半，2天拉上去，在过流浪线路上一放，自家手定。哎呀，奴家。我在水做啊。那么我们来做。啥娘？头面要抽戏。我头面让你仔细拿处分。收起他门家头一开门，老婆婆随那个星光绿头的，打在马的。哎，早上时刻，告诉吧。啊。上吧。开得早。不有想要，头面地上不去还啥子问？分呀是3人的呀，不经意。我一想，2、3个月都比通的，都比通了，还哎呦，我总归不错。上。哎呀！都没通，告诉吧，你哪位的通的？要养谁？养不来自家这样的。吃啥那个龙干事？我是给养哟。啊？要养3人谁？要养3人的。哎呀，那个都不要分那么难，我得养你。哎呀，我是2胎呀。2胎哦。哎。2胎的。哎。想你多听听啊。把你改个辰光，之前去都刚做些洋菜，那么那都不要问东西，那因为是2胎，但还看不出来是刚不晓得叫2胎，告诉吧，那么我们去喊老娘啊！哎呀，奴家，你别去走，哪了？这来不及这样，哪了？那就养死我来噻。养着，我这爱看你刚出个军头去考上考呀，男了女啊？我要出差继续是你住在屋里头吧，告诉吧。哎。我们的小奴衣裳里改不要怕风哦。你放心孩子。啊。你往是里上一代养我来的呀。说得出呀，这个还里上一代一样的，其实么自家分一样的。多么欢喜个小奴朋友，豆腐的和尚，那么西洋跟到是呀，这滋味。